果然是我院里的东西。客官，小的真是一时糊涂，偷的这些都给您了。还有，之前客官赏给小的这一并还给您吧。哎呦，您就饶了小的这一命吧。小的家里还有5旬的老母，还有7旬的祖母呢。您就看在小的这么不容易的份上，您就放了小的吧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小的就先走了啊。客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身上真的什么都给您了，您不信您搜，但您千万别带我去见官啊！带你个小毛贼去见官，我没那个闲心。不过，你一个小小跑船的，居然会武功？我这跑船的平时跟我这帮船帮兄弟都会练点，但我这三脚猫的功夫，这不一碰见您这武林高手，我不就不堪一击了吗？妈妈怎么看呢？一个穷跑船的，教训一顿就放了？他可不是什么穷跑船的穷小子，这丫头鬼着呢。丫头？哼，您没看出来呀？这是个姑娘，还是个厨呢，敢来我春风院偷东西，你胆儿够肥的呀！来人，把这女贼给我抓起来！走！快走！干什么呀？进去！干什么呀？放我出去！救命！救命啊！不行，我必须得出去。天一亮，朱哥和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。万一他们抓了孙福来到河边，却发现我和船都不见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